佳琪高中舞蹈班历史悠久，从民国79年创设以来，已经有34个年头。为了今年的毕业舞展，学生舞者们正加紧练习，希望带给观众最完美的演出。佳琪高中第34届毕业舞展 Lumiere 光，由毕业班14位学生以及高二13位同学带来5首曲目表演。原本我是高2的舞者，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只是觉得想要跳好这一次的舞展，然后到高3之后是真的属于自己的毕业舞展之后，就会开始去想每一支舞要表达什么给观众，然后投入不同的角色跟情绪到舞码里面。考进佳琪以来，就是我在佳琪里面学习到了很多我以前没有学习到的东西。虽然说国中也是舞蹈班，但是呢，感觉进了高中之后变得更专业，培训化的那个方式也比较专业，就是可以学习到很多以前学习不到，像是更专精的芭蕾、民族或是现代。佳琪高中的舞蹈班历史非常的悠久，那成立于民国79年，那这一次呢，迎来了我们的第34届的舞展哈。那我们今年度的毕业班总共有14位同学，那他们呢在这次舞展当中会演出5首曲目，那配合着我们高2的13位同学，他们也有3个曲目。那这一次我们舞展的主题呢是叫做 Lumiere， 那其实是来自于法语的这个光哈。那在整个的舞展的这个编舞当中呢，其实都围绕着希望呢孩子们在这个表演的过程中，在这个舞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虽然只是学生，但论其舞姿或是身段，却一点也不输给知名舞蹈团。为了今年的毕业舞展，校方特别邀请到享誉国内外专业舞蹈家参与编创，包含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舞蹈系张崇富教授、稻草人现代舞蹈团艺术总监罗文景、01舞蹈创作艺术总监简灵毅、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舞蹈系讲师林怡平、台北首都芭蕾舞团前舞者王丽文、艺术创作工作者方世允、尤曼琴、王文婷等参与指导。今年的舞展当中呢，最特别的是一首《无岸之花》的舞码，是由我们佳琪高中舞蹈班的毕业校友王文婷校友所创作的。那王文婷校友在毕业之后呢，就到北京去习舞。那回来之后呢，目前也带领着学弟妹们在做一些相关的表演。那我想，除了就是呢，他在这一首舞码当中所展现的这个文学以及光的这个连结之外呢，更重要的是学姐对学弟妹的这一个舞蹈热爱的传承所以这也是我们佳琪高中这34年来佳琪舞蹈班一直秉持着这个传承的信念。校长陈韵如表示，这次演出就像文学与表演艺术的跨域合作，充满了惊喜与期待。诚挚邀请艺文同好一同参与这场艺术飨宴，见证佳琪舞蹈班学子们的成长与蜕变。佳琪毕业舞展 Lumiere 光目前已在网络售票，对演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两厅院售票系统或是电洽国立台南佳琪高中舞蹈班询问购票资讯。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